兵家常事 YouTube Channel 感謝大家支持。除咗睇片俾 Like、Share、Comment 同埋唔飛廣告之外，加入 YouTube 同 Patreon 嘅會員都非常之重要㗎，懇請各位加入。YouTube 同埋 Patreon 嘅會員只不過係每月港幣10蚊。加入之後，除咗有影片優先嘅觀看權之外，仲可以享有唔同合作夥伴提供嘅優惠額外次數。詳情可以留意返資訊欄裏邊嘅公佈。新一年希望得到大家嘅繼續支持啊！睇完節目之後，記住撳個訂閱掣，同埋幫手睇埋個廣告啊！好，大家好，咁又歡迎翻到嚟兵家常事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我係 EV 啦，咁今日翻到嚟嘅節目呢，有二手槍店繼續同大家跟進前阿仙奴球員嘅動態啦、轉會傳聞啦，咁同埋佢哋嘅訪問啦、私生活等等嘅內容啦，都會喺呢一個節目裏邊啦，同大家分享下嘅。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咁立即開始今日節目嘅內容。好啦，咁首先啦，咁我哋先嚟呢就睇一睇啦。咁第一單嘅新聞，咁第一單嘅新聞呢，當然係富安健洋啦。咁去咗呢一個水晶宮之後啦，咁就獲配咗件17號嘅波衫。咁而喺水晶宮方面呢，亦都同里基迪亞啦，咁再聚頭啦。咁而家 AI 咁發達，咁又或者係嗰啲叫做即係球會嘅媒體部門啦，咁用咗個非常之東洋風格嘅一個嘅歡迎嘅一個嘅圖片啦，嚟到咧歡迎富安健洋嘅加盟嘅。咁我哋希望啦，富安健洋咧喺水晶宮嗰度咧可以健健康康咁繼續咧喺職業生涯裏邊咧咁就發揮自己嘅水準，咁打出個名堂啊吓！好啦，咁至於第二單嘅新聞咧，咁就關於艾蘭尼啊。咁艾蘭尼咧今年離開呢一個嘅中東嘅球會之後啦，咁目前為止咧都係自由身嘅。咁但係大家唔使擔心啦，佢依然都仲係自己足球學校嘅校長啦。咁所以咧事業方面咧就絕對唔係問題嚟嘅。咁但係咧都要繼續維持自己嘅狀態噶嘛。咁所以咧都進行緊一啲嘅私人訓練。咁每一次艾蘭尼嘅私人訓練咧都好中意咧着上一啲有阿仙奴元素嘅衫咧嚟到做訓練嘅。咁佢對於阿仙奴嘅情感啦，咁呢一樣嘢咧，大家就唔使懷疑噶啦。咁樣咁總希望啦，咁有多一啲可以同阿仙奴合作嘅計劃啦，能夠出現，因為咧佢真係非常之中意呢一間嘅球會噶。好啦，咁至於咧去到嚟呢一個啦，咁就去到比錫達斯方面啦。咁比錫達斯啦喺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啦，亦都公布咗最新嘅影片。咁亦都啦，托沙啦，同佢新嘅教練啦，作出咗第一次嘅會面啦，咁都合理嘅，咁都好快就開季啦，所以咧呢一啲嘅場面咧都冇得避免噶啦，咁樣，所以希望啦托沙喺土耳其嗰方面啦，叫做過得快活啦吓。好啦，跟住我哋啦，然之後咧再睇一睇之後嘅呢一個嘅圖表，亦都講到啦，韋碧克亦都叫做創造咗紀錄啦，亦都成為咗啦首個啊吓，曾經效力曼聯啦、阿仙奴啦，同埋車路士嘅球員，根據之前嘅一啲嘅講法啦，喺歷史上面咧就冇一個嘅球員啦可以同時效力3間球會嘅咁樣，當然啦，你會問啦，咁其實史端寧都係一個嘅異數啊，佢都叫做效力過曼城、效力過利物浦，亦都效力過阿仙奴，亦都叫做即係效力過車路士咁樣，但係啦，你話曼聯、車路士同埋阿仙奴呢3間共通嘅球員呢，而家咧暫時嚟講呢，就淨係得韋碧克一個啦。當然啦，韋碧克去到呢一個嘅車路士啦，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嘅舊隊友啦，可以同佢一齊重聚，包括咗效力白禮頓時期嘅祖奧柏度啦，效力新特蘭時期嘅呢一個嘅軒達臣啦咁樣，所以啦，對於佢嚟講唔會話太過陌生嘅，唔會話捉韋碧克踢得好啲噶啦，但係希望嗰2年啦，佢都可以過得啦快活咁開心嘅。好啦，今日繼續落到去啦，去到嚟呢一單嘅新聞啦，咁就關於何越方面嘅一個嘅報道。何越方面啦，大家咧可能比較少留意啦。至於 EV 嚟講呢，近呢幾年呢，亦都係少留意咗呢一個嘅市場啊。原因無他嘅，之前嗰幾年啦，阿仙奴都叫做有租借一啲球員去到呢一個市場，但係近年呢，又真係冇乜。但係啦，都有啲似前阿仙奴球員啦，亦都叫做登陸咗呢一個級別嘅聯賽踢波，其中一個咧就係亞德萊德啦。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呢一個法國嘅中場啦？雲加時期嘅事嚟噶啦。嗰陣時咧，同奧斯爾基本上咧非常之 friend 啦。奧斯爾亦都表示呢一個啦嚟緊會係阿仙奴嘅將來啦。但係佢就非常之可惜。
咁啊，始終啦，咁嗰陣時真係高手雲集噶嘛，中場咁啊，所以咧就未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位置。之後咧，亦都因為多番嘅受傷啦，咁所以而黯然離開阿仙奴。離開咗阿仙奴之後啦，發展亦都非常之一般，先後去過法甲等等嘅聯賽啦。咁但係咧，咁啊，整個職業嘅生涯嚟講，其實都非常之痛苦啊，經歷過3次 ACL 嘅受傷，即係韌帶斷裂。咁啊，其實咧每一次咧，都要休息9個月至到1年嘅時間，咁所以對於佢嚟講啦，好多時間咧都係去到養傷。咁啊，上一年啦，原本以為加盟咗一間荷甲嘅球會啦，可以叫做喺荷甲裏邊大放光芒啦，點知又係 ACL。咁啊，甚至乎連球隊降班啦都未能夠復出。咁啊，所以啦，咁啊去到最近啦，叫做喺熱身賽裏邊咧，咁就能夠翻去大軍嘅陣容裏邊。咁但係都相當可惜啊！咁啊，踢咗20分鐘之後咧，又因為受傷咧而提早咁樣退下火線。咁啊，所以佢真係好陰功，我自己覺得。咁啊，希望嚟緊啦，咁啊盡快恢復健康，咁啊能夠喺聯賽嗰度啦，咁就叫做有翻一啲嘅機會。其實咧，佢幾次阿仙奴之前一個青訓嘅前鋒 John Julius 啊，都係每一次去到一間新球會都遭遇一次嘅嚴重受傷。咁啊，唔知係球員嘅命水啊，定係嗰個嘅磁場問題啦。咁啊，嚟緊就盡量避免自己受傷啦，咁啊繼續延續自己嘅職業生涯啦嚇。好啦，咁啊去到啦今日呢個二手槍店裏邊啦，咁啊尾爾嘅一單嘅新聞，咁啊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佢咧？Billy Vega 咁啊之前啦，咁啊因為比賽嘅情況之下，咁啊過度着緊，衝咗埋埲牆度，結果就發生咗件非常之不幸嘅意外啦。咁佢就離開咗我哋啦。咁啊最近啦，咁啊呢一個嘅英國足總咧，亦都完成晒整個嘅調查，亦都咧俾咗一啲新嘅安全指引出到嚟。咁啊據報啦，咁啊各大嘅聯賽1至到6級，咁啊再加埋女子聯賽而家嘅一啲嘅3至4級嘅球場啦，咁啊禁止咧有一啲嘅實心嘅磚牆啊，或者一啲空心嘅磚牆咧，因為呢一個嘅叫做球場咧嗰個嘅4邊嘅咁樣，咁啊如果有嘅咁就唔該要拆咗佢啦咁樣，咁啊或者係如果拆唔到嘅，咁啊真係屬於球場結構嘅一部分，咁亦都要加裝呢一個嘅緩衝裝置。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呢一啲嘅球場多數嗰啲所屬嘅球會咧，都唔算話太過有錢嘅，咁啊所以啦呢個嘅 FA 啦，咁啊同埋英超方面咧，咁就會一力承擔啦相關嘅費用，咁啊令到呢啲嘅球場啦，咁喺嗰個嘅硬件上面咧，咁就有所更新，以避免啦 Billy Vega 呢一個嘅慘案咧再次出現嘅。咁啊好事嚟嘅，咁啊有啲咁樣嘅檢討，咁但係人就唔喺度啦，咁啊希望都避免有下一個同樣嘅案件發生啦，咁都係一個向住比較上正面嘅方向發展啦。咁啊，但係我哋亦都真係希望 Billy Vega 安息啦咁樣。好啦，咁啊去到最尾嘅一個嘅新聞啦，咁就關於咧亨利噃。咁啊亨利啦，大家都知道啦，佢喺紐約世界盃期間咧，咁就有條街噶嘛。咁啊嗰條街改咗佢個名，咁啊原因好簡單，因為亨利啦效力紐約紅牛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就幫嗰陣時嘅美職咧，亦都叫做打響咗一啲嘅名堂。咁啊對於美國嘅足球發展啦，有一大程度嘅幫助。咁所以咧就獲得一個咁樣嘅榮譽嘅咁樣。咁啊而家啦紐約嘅市長咧，其實亦都係一個阿仙奴嘅球迷嚟嘅。咁所以咧最近呢兩個人咧，咁啊亦都叫做咧。咁啊做咗啲嘅交談，咁啊結果啦，咁啊亦都有啲嘅影片出咗嚟，咁啊亦都俾人翻譯咗做一啲嘅文字啦，咁所以亦都可以同大家咧就分享下，咁啊分享咧就唔分享晒整個嘅訪問啦，咁啊講幾 part 啦，咁啊講下阿仙奴啦咁樣，咁啊問到啦，咁啊。阿仙奴你有咩感覺啊？亨利就第一樣嘢問到就話，喂，咁喺列斯聯嗰場嘅足總杯嚟講，咁你翻到阿仙奴之後入咗好出名嗰個入波，有咩睇法？亨利就話：Oh my God！咁啊多謝啦，咁啊起晒雞皮啊！足總杯係啊，咁啊對列斯聯仲有嗰個入波係人生之中啦，咁啊第一次咧以一個阿仙奴球迷嘅身份啦，代表球會入波，咁所以你先至見到啦咁樣，咁啊呢一個咧係關乎於職業生涯咧，咁啊都會好容易發現到我經常入波，咁但係咧用呢一個嘅身份啦嚇見到咧係非常之難得嘅。咁你通常咧見到咧有陣時咧我會好嬲啦，因為個比賽嘅場景咁樣入咗波之後會有啲咁樣嘅反應啦，或者好被動。咁但係嗰一次咧就徹底地放開咗自己啦，因為亨利自己話離開咗阿仙奴之後啦，我先至知道原來自己係阿仙奴嘅球迷啊。唔知你哋明唔明佢嘅意思啦？咁佢話佢以前咧從來未有呢一種嘅感覺嘅，同個
個球場個關係咧係咁密切啦，咁相連，咁啊冇咩嘢可以超越嗰一晚噶啦咁樣，咁啊感覺上啦，咁啊依然咧可以沉醉喺咧嗰個嘅氣氛裏邊。咁啊，亨利亦都講到啦，離開嘅情況之下咧，基本上咧冇同場上面同埋所有嘅阿仙奴球迷咧有一個正式嘅道別。咁啊，因為咧咁啊宣佈咗之後啦，咁啊不斷喺更衣室嗰度啦，咁啊甚至乎波砵咧都未除嘅嗰陣時，仲記得係凌晨1:15。咁啊嗰陣時咧，咁啊亦都負責啦，咁啊做呢個嘅晚上打掃嘅人咧就話：亨利應該要翻屋企噶啦咁樣。咁啊，所以咧作為球員嘅情況之下咧，通常就係入咗波就走噶啦。咁但係咧嗰一次咧就真係好 enjoy 晒整個嘅入波啦，嗰個過程每一分每一秒。咁因為咧好值得享有嗰一切咧，唔知道自己係咪配得上。咁但係咧咁啊俾自己啦，咁啊以一個嘅 fans 嘅身份咧做咗件好瘋狂嘅事。咁啊，亦都啦，咁啊，俾咗啲好終身嘅回憶我哋啦。咁啊，亨利就話：係啊，咁啊，就算你而家提翻起呢件事，我都起晒雞皮噶啦，真係個好特別嘅時刻啦，必須要咁樣講。直到今時今日咧，都係阿仙奴嘅球迷嚟嘅。好啦，咁啊，基本上啦，呢一 part 就係咁樣啦。咁啊，至於之後講到亨利喺呢一個紐約嘅生活係點樣，咁就不多提啦。咁啊，嗰啲嘅部分同阿仙奴無關嘅。好啦，咁啊，以上咧，咁就係今日咁啊二手槍店裏邊為大家帶嚟嘅一啲嘅節目內容啦。咁啊，節目嘅時段咧，亦都暫時嚟到嚟呢一度。咁希望大家咧繼續支持住幣頻道嘅運作啦，繼續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咁啊，上方有 PayMe 曲咁可以着兩打賞，或者 Joy TV 無此黑錢會員10蚊一個月，或者用 Super Fans 功能咧打賞嘅。咁當然多謝 Number 7，多謝一站式，多謝 Before Travel， 多謝 EE Shop 為我哋提供訂閱者折扣優惠，詳情留意翻資訊欄裏邊嘅公佈。另外 EV 開啟咗 Patreon 功能，1個2毫半美金一個月，詳情留意翻 Patreon/EV4633 度支持下啦。好，節目時間嚟到嚟呢一度啦，咁我哋稍後時段裏邊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多謝你哋收睇兵家常事嘅節目，希望你哋撳埋個訂閱掣，繼續留意呢一條嘅頻道啊！